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呢將分享一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呢條片咧繼續同大家呢度講下美伊之間嗰個拉鋸嘅談判究竟去到邊度啦嚇。喺今朝咧，我已經出咗一條影片咧，關於美伊之間有消息話佢已經係交換緊呢個草擬嘅文本啦嚇。咁確實交易到文本嘅話咧，應該係到埋門一腳㗎啦。但其實之間咧仲有好多技術細節咧未傾掂嘅。咁所以咧，Donald Trump 琴日本來話最快會喺今日重開霍爾木茲海峽，根據最新嘅講法，唔得，原來咧Donald Trump就已經更正咗啦，要等多48小時。咁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嗱，咁好多朋友咧其實原先都以為啦，今日有機會重開啦咁樣，啲股票咧都係相當反應好嘅，油價都反應好嘅，因為過幾日咧Donald Trump一定係喺度講呢個談判進展順利，甚至形容霍爾木茲海峽咧好快重開。佢最新咧之前嘅講法唔係而家，之前嘅講法咧就話會喺最快就會喺今日或者明日，即係明日即係講嘅今日啦嚇。咁當然時間過去啦，證明係唔可以嘅。到錄影呢一剎那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仍然未如期重新開放。咁好多人就第一個反應就話啦，咦，係咪談判失敗咧？又延期係咪？咁甚至有人開始懷疑Donald Trump之前會唔會太過樂觀啊咁樣。嗱，今日咧我花咗幾個鐘頭同大家重新 check 過一次，亦都係已經之前寫好段稿錄影咗一半㗎啦，出嚟錄影晒㗎啦，剪片剪咗一半㗎啦，結果重新再 double check 嘅話，發覺成段片掉咗佢，重新要錄過。點解啊？新發展就有新古仔啦嚇。咁 OK，我轉頭咧錄完片，我同大家講一單相當過癮嘅嘢嚇。OK，咁咧就路透社咧今日咧將有關霍爾木茲海峽啦、美伊談判市場反應啦，同埋美國最新一啲制裁措施嘅報導啦，我同大家重新執晒出嚟。咁最新發現咧，呢個根本唔係延遲48小時。嗱，根據路透社今日透露咧，談判咧應該走過咗政治層面啦，而家就喺呢個技術層面最難執行嗰部分棘住咗，而家係拉緊腳。而家已經唔係話傾唔傾啦，證實咗傾得相當深入。而家傾緊嘅係重開之後，點樣控制？邊個控制？邊個負責檢查啲船？係咪船公司使唔使俾錢？美國肯唔肯願意讓步到唔使俾錢？嗱，呢啲咧就係今日真正卡住嘅地方啦。咁咧我唔打算同大家猜測，我就逐篇新聞報導咧 check 清楚，同大家引述呢啲報導，其實講緊啲咩嘢？OK，咁第一部分先講 Donald Trump 先啦，大家都好想聽下 Donald Trump 噏啲咩㗎嘛嚇。Donald Trump 就話談判仍然進行，而且進行咗一整日啦嚇。所以有啲人都話冇談判冇談判。我琴日仲見到即係有啲外國嗰啲英文媒體仍然用緊呢個做一個敘事框架，就話冇談判，傾到尾聲啦已經。OK， 嗱，路透社今日嘅8月5號最新報導啊，特朗普接受 Fox News 嘅訪問時候咧就話，佢哋進行咗一整日嘅談判 ，OK，all day negotiation 一整日啦傾咗，跟住佢再講，we a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我哋進行非常好嘅討論啊。咁留意Donald Trump今日係冇改口嘅，佢仍然認為談判咧向住個正確嘅方向嗰邊走嘅，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佢再次保留軍事威脅，佢仍然同記者講呢樣嘢。佢話咧，如果佢哋再次反口，佢哋將會受到非常猛烈嘅打擊。即係Donald Trump咧，為咗封住伊朗呢個咁嘅神權政府，唔好噏完簽咗協議又反台嘅話咧，佢話到明呢次就會非常猛烈嘅打擊。OK， 即係話咧，美國今次釋出嘅信息咧係兩條線一齊行，一邊係繼續傾，一邊咧軍事壓力咧係完全唔肯取消嘅。美國呢方面咁咧就所以咧，我哋而家個發展同我哋之前幾集嘅觀察咧，應該都係一致嘅。Donald Trump 咧係冇撤走所有軍事威脅，亦都係繼續利用軍事威脅咧加強美國嘅談判籌碼。消息係嚟自路透社8月5號嘅報導。OK， 第二部分咧，同大家拆解下路透社嘅報導啦嚇。真正拉鋸咧已經唔係有冇談判，真正最重要嘅係路透社今日另一篇獨家報導啊。路透社今日咧引述咗一個伊朗高層消息人士，咁唔知邊一位啦嚇，同埋引述咗兩個地區官員啊。地區官員佢冇講過邊個地區啊。到目前真正卡住談判嘅已經唔係美國同伊朗有冇傾，
係傾咗嘅。咁啊而係咧，究竟最後個協議係點樣寫啫？而家係路透社原文第一句咧係相當有意思嘅嚇，成段英文擺到俾大家慢慢咀嚼啦。咁中文咧你可以咁樣理解嘅。雖然談判似乎開始朝住接受部分伊朗要求方向發展，但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係認為，特朗普所講嘅協議即將完成，仍然太早。原因只有一句，仍然有重要細節未達成共識。前線嘅人傾緊嘅嘢喺背後嘅總指揮未必 get 到咁細節嘅嘢，佢只係收到個大方向，大方向係朝著向好，但係前線嘅就又話細節都仲有啲棘住咗喎。OK， 呢一部分同大家拆解啦，睇下有啲乜嘢真係棘住咗先。嗱，路透社今日咧有個相當大嘅重點，就係佢披露咗一件事。目前咧各方面已經唔係討論緊開唔開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就開硬㗎啦。但係睇開嗰陣咧係有啲乜嘢細節要落實咗佢嘅。開之後究竟點管理咧？嗱，路透社引述咗其中一位地區消息人士講，以地區消息人士一係就阿曼啦，一係就伊朗㗎咯喎，唔應該係美國嘅呢個啊。就話有關霍爾木茲海峽某種形式嘅控制權嘅讓步咧，其實已經作出咗。咦，美國喎，可能係啊，因為而家應該係美國讓步啦，係咪啊？呢個説話咧唔係特朗普講嘅，亦都唔係白宮正式公布，係路透社引述地區人士講。我哋真係估下，究竟係伊朗嘅地區人士，抑或阿曼嘅地區人士？我覺得唔係美國地區人士，但係話某種形式讓步係邊個讓步咗咧？OK， 我哋只能猜測係逢親呢啲協議一定有讓步㗎啦。你唔能夠大家都揸住中指做人，永遠各方面都揸住中指。你諗下，你同你個對手大家揸住隻中指會點樣？所以都係做某少少嘅大家褪一褪讓一讓嘅。咁啊呢件事咧相當重要嘅咧，係過去幾個月咧，美國一直公開表示唔接受伊朗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呢個係美國一直講嘅嘢啊！咁啊，今次伊朗引述消息人士咧，竟然用咗某程度上已經開始討論讓步方案。咁睇下究竟點讓步法啦嚇？實際喺控制權度讓步，定係做個名義嘅讓步？抑或錢銀嘅讓步？抑或喺一個名義上喺第二度用錢銀讓步咗呢度嘅錢銀咧 ？OK， 睇邊個啃咗呢啲嘢咧 ？OK。路透社繼續引述呢個消息人士再指出啦，所謂控制權究竟係代表乜嘢咧？而家係冇定義嘅。例如伊朗有冇權驗船？有冇權要求船隻要通報先俾過？有冇權決定到時行邊條航道？路透社係冇交代呢樣嘢嘅，可能佢未攞到料啦嚇。正正係因為啲咁複雜嘅細節嘅嘢，去到啲細微嗰個 logistic 嘅嘢，呢個咧，仍然係要最後搞掂個內容。咁另外咧，路透社披露咗一個相當重要嘅細節，就係伊朗高層消息人士話，目前文本裏邊仲有一個相當重要嘅爭議，係咩爭議咧？係伊朗除咗管理駛入嘅船隻之外，對離開嘅船隻有幾大嘅權咧？你入座要管理，你離座使咩管理咧？喂，我出境你使咩管啊，大佬咁樣啊？呢個咧係未傾掂嘅。嗱，大家要留意啊！經過嗰度嘅有入海峽有出海峽噶嘛，係咪？咁啊，所以咧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能唔能夠喺48小時重開咧？我都可能有少少懷疑喎嚇。呢個係 Donald Trump噏嘅，等多48小時，所以我打個問號啊！一細節啲嘢咧，永遠講唔埋噶嘛，係咪？OK， 究竟三方面而家爭緊啲咩咧？即係伊朗、阿曼同埋呢個美國。OK， 咁阿曼我覺得佢都唔應該爭㗎啦，佢從來都係冇乜所謂嘅應該嚇。嗱，路透社今日另一個有個非常重要嘅細節，今日全段文都嚟自路透社幾段報導啊。咁咧就首次咧披露咗一個三方面嘅立場。第一個，伊朗路透社係引述伊朗高層消息人士講，伊朗希望喺霍爾木茲經過嘅船，應該比貨物價值嘅5到7%，哇！真係啊，平過 Donald Trump 好多啊！Donald Trump 嗰時話收20%。咁第二，關於阿曼方面啦，阿曼咧就提出另一個方案，大約3%。嗱，阿曼唔係話佢收3%，然後就伊朗收5到7個。我估阿曼應該話啲船經過咧就收個3%啦，到時睇點分點好啦，或者嚇。
即係伊朗攞晒，我唔知啦。第三個就美國嘅立場，路透社寫得清楚，美國嘅立場係相當一致，揸住宗旨做人嚇，宗旨做人啊，即係話咧完全唔俾收費，而家就棘住咗喺呢度啦。即係目前有3個方案，5到7%。7% 咧係開天殺價嚟嘅啫，最後咧將7減到5咧，伊朗實收貨㗎啦。但係咧阿曼啊代表佢哋咧就再劈落3%，美國咧就揦住要0%。咁結果會唔會中間落墨收3%算咧？我哋係唔知嘅嚇。美國咧就擺明唔肯㗎啦。如果美國肯嘅話咧就大鬼鑊啦。美國有冇權代表全世界同意3%咧？當然冇啦，咁全世界如果而家唔出聲嘅話咧，就永遠冇得出聲噶啦。OK，咁咧就其中一個折衷方案咧就英文呢度啊，我同中文同你講啊。咁咧就將所有費用名義上改為自願支付，咁咧就可以打破咗其中一個僵局啦。咁阿曼係咪話啊3%都係隨緣落咗咁樣？咁咧就可能咧就美國都會同意啦，係零收費3%捐款，自願捐款，咁得唔得咧？嗱，永遠都係啊，政治世界永遠都係捉字蝨嘅咋嚇，唔單止政治啊，去到法律層面都係打文字嘅，有時嚇打啲字眼嘅啫，只係嚇你有時輸就輸個字眼嘅啫。嗱，我覺得咧，剛才路透社嘅消息咧，大家可以慢慢消化嘅。一時間我噏咧，你都未必消化得晒。我覺得咧，而家已經唔係政治宣傳，係實際大家雙方研究嗰啲實際嘅 logistic， 使到點係使到兩方面。我唔講阿曼啦，美國同伊朗都係有下台階。美國能夠同全世界交代，伊朗可以同佢國內交代，或者同佢哋個荷包交代。嗱，呢個咧通常呢種內容咧係應該係談判最後階段就會出現㗎啦。假如咧你仍然停留緊喺度開定唔開咧，就有排傾嘅。而家傾到收費嗰度咧，應該係埋門一腳㗎啦。我估計咁樣啊。假如咧今日路透社引述嘅消息係可靠，或者日後被證實嘅話咧，咁啊今次嘅談判咧就肯定係已經由政治嘅問題去到呢個制度問題啊。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都仍然係好消息嚟嘅。路透社8月5號嘅報導。OK，咁咧我就亦都 check 下伊朗實際上想要啲乜啦。我覺得都唔係單止收費嘅伊朗嚇，呢個國家嚇雖然嚇即係錢重要啫，但係呢個國家需要嘅好多係靈性上嗰個嘢噶嘛，係咪？即係錢以外嘅佢都要嘅。原來佢什麼都要啊！如果路透社今日幾篇報道咧，加埋個2-3日伊朗官方嘅講法擺埋一齊睇咧，我哋做新聞一定要交叉比對一啲嘢嘅。我覺得有個地方咧越嚟越值得留意嘅。過幾日咧，伊朗對外最成日講嘅咧係話冇談判，唔會傾。而另一個講法咧，路透社亦都係報導咗嘅，伊朗官員咧一直強調，如果美國嘅軍事威脅仍然存在嘅話咧，就冇可能達成真正嘅協議。換句話講咧，伊朗咧不停提出嘅咧，而家已經好可能咧冇浮出台面，但係內部可能傾緊要美國嘅安全保證。嗱，大家留意啊 ，Donald Trump 咧今日接受 Fox News 個訪問嗰度咧，一方面就話We a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我哋有個非常好嘅討論，但係另一句繼續講，假如佢哋褪軚即係呢個反轉唔肯做，我哋就會打到佢相當厲害。所以咧，美國係仍然係保持武力嘅威脅，就係因為伊朗最關注嘅就係美國嘅武力威脅。所以伊朗咧一方面咧不停要求美國要停止呢種軍事威脅，嗱，所以伊朗咧應該係不停，所以伊朗咧係應該提出過要美國停止呢種軍事威脅。我認為咧，如果淨係睇今日公開嘅資料嘅話，真正拉鋸除咗控制權收費之外咧，另一條線就係話，假如伊朗開放咗霍爾木茲海峽，佢點樣得到一個安全嘅保障，唔會俾美國繼續大規模轟炸咧？嗱，我再次強調啊，呢個唔係路透社明文寫出嚟嘅結果，我係根據路透社同埋Donald Trump呢幾日講嘅説話，將佢交叉比對得出嚟嘅觀察。咁呢個咧就大家可以保留低，你諗下啦，你自己判斷啦。但係今日我 check 到一單相當有趣嘅嘢，有趣，但係有趣有冇關咧？唔知，大家判斷啦嚇。美國財政部今日有單相當重要嘅新聞。
解除咗2架飛機同埋3間同伊朗革命衛隊有關聯嘅航空公司嘅一個反恐制裁。你諗下呢啲係咪就係革命衛隊提出嚟嘅條件？嗱，大家留言講下，你自己估下啦，我唔估，你哋估啦嚇。我只係負責將啲新聞話俾你哋知咁解啫。如果我唔係咁講嘅話，你哋肯定喺任何新聞台，我講電視嗰啲啦，都唔會睇到啲咁細微嘅嘢嚇。咁咧，我覺得咧就時間相當吻合。而家傾到埋門一腳，伊朗係要攞啲嘢，美國係可能要俾啲讓步。呢個會唔會一啲讓步咧？嗱，唔係去到解除嗰啲金錢制裁喎，喺美國 hold 住咗佢嗰啲財產，唔係嗰啲，只係一個解除咗佢哋一個直接係呢個革命衛隊嗰啲相關嘅少少嘅資產啫嚇。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微不足道嘅，美國亦都係冇乜所謂嘅。咁呢件事咧，我覺得係唔應該忽略嘅，大家留意下啦嚇。OK，咁啊，我覺得總之咧，繼續觀察未來幾日白宮會唔會有個更加多嘢係解除對伊朗嘅少少嘅制裁咧，特別係革命衛隊嗰度咧，係咪要筍下革命衛隊先至可以？可以嚇順利啲咧，你知啦，佢哋都係個山頭嚟噶嘛，係咪除咗即係同伊朗傾之外，同伊朗嘅文官政府傾之外，仲要筍下啲革命衛隊咧？我唔知道，大家留意啦。OK，咁永遠都係噶啦，即係身體最誠實。我咧就如果係分析呢啲嘢咧，就市場係最誠實嘅。睇新聞咧會有立場係咪 ？OK， 你知啊，左媒右媒都有唔同嘅講法㗎嘛。睇市場，市場係講銀嘅啫，淨係睇利益嘅啫，即係六親不認嘅。咁啊，今日咧我亦都睇埋路透社嘅市場報導，係啊，今日即係都係俾咗錢都要睇好多嘢㗎嘛。路透社指出，今日海灣主要股市全部上升，海灣嗰啲上升啊，投資者相信談判仍然有機會結束咗呢5個月嘅戰事，所以咧就係好消息嚟嘅。另一方面咧，油價今日仍然上升，因為呢個胡塞組織打冧咗隻船先上升嘅啫。如果唔係睇呢單新聞咧，早2日油價咧，因為Donald Trump宣布呢次取消新一輪攻擊嘅話咧，累積嗰個跌幅咧係跌得相當厲害嘅。OK，咁啊當時係急跌咗5%嘅。咁啊，由於冇辦法咧，胡塞打船嗰又上升啦。我諗啊，到時咧就美國可能要狠狠教訓下胡塞組織啊。OK，咁啊，所以咧，而家目前咧，我對於呢個美伊嗰個之間嘅矛盾咧係審慎樂觀嘅。咁啊，因為睇新聞睇得多咧，就有咁嘅消息啦。OK，翻嚟啦，同大家講下我嘅睇法啦。剛才都講咗啲㗎啦。嗱，如果今日淨係睇結果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仍然未重開咧，係真係有少少失望嘅。OK， 但路透社今日幾篇報道加埋佢睇埋之前嗰啲報道咧，拼埋一齊咧，交叉比對咧，我哋覺得有個觀察咧，就談判焦點咧就已經係相當明顯㗎啦，應該去到埋門一腳㗎啦，已經唔係嗰啲 TDS 講，喂仲冇得傾咧，伊朗唔認咧咁樣，佢哋可能仍然停留緊喺呢個認知嗰度，人哋傾到埋欄啦嚇，而家咧傾緊究竟最後點樣走、點樣做、點樣落地、點樣分。OK 即係收費我講緊嚇，就同埋美國肯唔肯放鬆少少制裁嚇，使到革命衛隊筍下佢哋啊，咁啊睇下有冇呢啲咁嘅嘢啦。如果談判失敗嘅話咧，就肯定唔係咁嘅格局啦，係咪？所以當初今日咧就講睇多48小時咧，我覺得呢個咧就表面上失望，實際上都仍然係好消息嚟嘅，所以咧就審慎樂觀啦而家嚇。所以咧就永遠呢啲政治呢啲咁嘅即係兩個咁嚴重嘅糾紛咧，你要將佢解決咧，係經過一段長時間不停咁拖拉鋸。咁啊，今次能唔能夠成功解決霍爾木茲海峽，繼而解除埋嗰個核嘅威脅咧？如果能夠嘅話咧，成單嘢就搞掂㗎啦。OK，咁啊當然之前 MOU 都搞掂㗎啦。問題係伊朗係不停咁革命衛隊要破壞呢樣嘢咁解啫。好嘛，今條片講到呢度，跟住講呢個題外話啦嚇，坐先嚇。今日冇攞水入嚟啊，口乾啊嚇。咁同大家講講題外話。啱啱咧收到位好嘅網友相當關心，咁咧就做一個好客氣、好友好嘅提醒。佢話：五 Sir， 你跟車太貼啊，聽日有大反轉㗎啦。咁樣當然啦，佢未必收到消息話聽日大反轉，即係佢先提醒我報啲消息咧，唔好跟車太貼，因為隨時會有大反轉。嗱，坦白講，佢嘅係相當善意俾我嘅，我收到，我多謝佢。但係咧，我俾咗個回答佢嘅，我回答點樣咧？OK，
算啦，唔緊要啦，大概講啦嚇，即係具體回答咧。OK，嗱，我回答話俾你知，我哋做新聞嘅咧，永遠都要緊貼最新嘅發展，因為呢啲先係 news。OK，news 就係 new 啦，一定要係咪？基本上咧，我哋一定。你用個負面就話跟車太貼，用我哋正面去睇咧，我哋要緊貼新聞嘅發展，緊貼個步伐。所以咧，當步伐改變嘅話，我就會緊貼最新嘅改變，話俾大家知，而家嗰個嘢變咗。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如果永遠新聞都要等所有塵埃落定、蓋棺定論先講，嗰啲叫回憶錄啦，就唔係叫新聞啦。所以咧，我哋做新聞，我哋基本上我哋要判斷嗰啲真假嘅嘢。但係會真嘅嘢發生都會有大改，OK？咁啊，所以咧，我只能夠判斷而家呢剎那呢啲消息稍為可靠，咁我就將啲稍為可靠嘅排除咗啲唔可靠嘅，將可靠嘅傳播出去。呢個就係我哋做緊新聞嘅叫做 gatekeeping 把關人嘅角色。我哋唔能夠確保所有嘢都將會根據呢個脈絡去順利發展。人世間冇呢樣嘢㗎。OK， 你睇下嗰啲跑馬嗰啲臨場，最後都要喺後邊追一隻上嚟都得㗎嘛，係咪？係咪？即係加時最後嗰1分鐘射入一球咁啊，結果唔同晒都得㗎嘛，足球嗰啲係咪？所以咧，永遠都係只能夠跟住最新嘅發展同大家緊貼呢個步伐，話俾大家知。我絕對唔會覺得呢個叫跟車太貼，跟車太貼唔重要，最大鑊就係判斷錯誤。OK， 所以咧，如果有啲人仍然判斷冇談判啊，伊朗話冇談判呢班咧就真係真係唔知啦，我唔知點形容啦咁啊。我繼續今日做另一條片嘅，我其實已經喺呢條片寫好咗一日嘅啦，已經係啊。我會準備同一位著名記者查詢佢嗰段稿點解咁寫法，係關於呢個 journalistic writing 新聞寫作嘅問題，我希望同佢請教一下，一位相當著名嘅記者，我唔知佢點解咁寫 ，OK 好嘛？我希望下一條片有時間拍嗰樣嘢 ，OK 拜拜。留意住啦。咁最近咧，我已經開始將我啲影片擺喺2個唔同 channel 㗎啦，即係慎思明辨正式 channel 同埋攝影讀版呢個 channel 咧，2個 channel 咧可能出嘅片同時係唔同嘅，係啦，唔係一條片兩邊出，係兩邊會出唔同嘅新片。所以咧，你想睇晒我所有關於 Donald Trump。OK 嘅影片咧，你應該係訂閱晒我兩邊唔同嘅 channel。雖然稍後我可能會交叉再發一次，但係你要第一時間睇到嘅話咧，你最好就兩邊 channel 都睇到，好嗎 ？OK， 多謝大家，記住 like、留言、訂閱、拜拜。